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1次的临时会上午进行开幕式，会中完成听取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因为这届临时会主要继续审查111年度台南市的总预算加附属单位的预算案。会中为了避免争议，议员柯玉玲率先提出，将政治争议的文化局的预算刷到上尾来审查，得到国民党议员一致的认同。今天临时会一开议，我们向国父行3级公礼，那这样的一个尊崇。那如果说在议会里面又为了这个中山公园要不要设立这个国父这个铜像重新树立的问题，产生预算的一个审议上的一个进入一种所谓的比较冗长的一个讨论，所以我们是希望把文化局的这个预算的审议是移到后面来。府内对这个议题给我们的回应呢，我觉得一直没有一个进度。并不是对文化局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有些大是大非，是需要更明白的做一个澄清的。所以谢谢许佑仁议员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我想这也不是单一某一个议会同仁的意见，台南市民都在看。所以是不是把文化局的预算摆在最后，我们也非常体会市府的立场。这些天让市府去思考看看，应该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处置，给我们111年一个新的气象。他都要唱国歌，对国父敬礼。这时阵，大家中华民国是大家共同的公约数。我们希望市长也当领略地位来化解王家珍对国父铜像的疑惑啦。这是我建议，我赞成我钱刷到后壁啦。接续议员陈怡珍嘛以南韩特赦前总统朴槿惠为例，为台湾的政治甲社会和谐，提案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现场这位议员附议，并且通过提案。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在2021年的12月4号有宣布要特赦前总统朴槿惠，而且透过青瓦台的发言人表示说，能够跨越过去的伤痛，那迈向和解统一新时代的这个契机所以我们希望说，中央政府能够依据赦免法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先生，来展现我们文明国家对于卸任总统应有的尊重跟待遇，达到政治的和解跟终止对抗。我想，我在这边提出这样子的临时的动议也征求我们议会同仁的复议。看到没有复议的？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就通过了。好，谢谢。另外，有关违规广告看板的问题，因为进前议会提议。要求伫去年12月底之前，就要拆除完毕。不过现在还是有未少违规看板的出现。虽然拆除的经费，市长答应运用第2预备金。至于拆除的期限，议会最后嘛要求，上万伫1月20之前，要全部拆除完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